特别节目，感谢达赖喇嘛尊者的恩泽。今天7月6日是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5岁生日，世界各地的藏人都在这一殊胜日子表达他们对尊者的祝福。同时，本台也制作一期特别节目，透过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生平，以表达对尊者深深的感谢。达赖喇嘛被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，而观世音菩萨是代表慈悲的菩萨，也是守护西藏的菩萨。第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于1933年圆寂，享年57岁。1935年，一位名叫拉莫顿珠的小男孩出生在西藏东部的塔泽村。他于2岁时被认证为第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的转世，并跟着寻访团动身前往拉萨，且在1940年举行正式的登基仪式。第14世达赖喇嘛于6岁开始接受僧侣的教育，勤奋好学的他在23岁通过考试，获颁昂染巴格西学位。然而，中共于1950年入侵西藏，西藏被迫签订17条和平协议。在签订协议后的8年期间，中共当局肆无忌惮地摧毁西藏的宗教、文化，甚至屠杀藏人。达赖喇嘛尊者于1959年被迫从西藏流亡至印度，他并于隔年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与西藏人民议会。同时，为了让西藏未来走向民主化，尊者在1992年颁布西藏民主宪法、流亡藏人宪章，保障女性参政制度，形成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权分立。此外，在尊者的长期倡议下，西藏人民议会于2001年修改宪章，产生了直接选举的首席部长。同时，尊者在2001年至2011年间处于半退休的状态，并在2011年正式卸下政治职务，交由藏人行政中央民主选举出政治领袖。同时，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期间奔走于世界各地，向国际社会推介西藏议题以及和平非暴力理念。尊者并在1989年因秉持包容、互敬的基础，坚定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纷争，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。近年来，达赖喇嘛尊者致力于推广他的4大人生使命，分别为：1. 提倡人类一体性理念； 2. 促进宗教间的和谐； 3. 保护西藏文化与环境； 4. 复兴古印度智慧。今年，达赖喇嘛尊者已经85岁了。藏人行政中央宣布今年为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年，以感谢尊者常年来奔走于世界各地，并为西藏境内外藏人付出的贡献。尊者，谢谢您，祝您85岁生日快乐，也祈愿尊者能够身体健康，长久住世，
并引领世界走向更和平、慈悲的社会。So if you practice, if you pay more attention, that's best gift for my birthday. Okay.